议员林美燕下午伫南区昆新甲西南里长顶人的陪同，会同南区区长肖秀华甲市府水利局的人员实地会看昆新到黄金海岸的海堤步道，因为黄金海岸海堤对昆新到湾里长达5公里，平时运动骑脚踏车的人就真多，不过一到日头落山，因为步道欠缺照明，内面黑黑暗暗，无人敢入去。加上内面的围栏，阁有几啊件疑似被人为的破坏。对此，议员要求除了提升照明，嘛爱加强围栏缺口的安全维护。自行车道只按昆新到西区这一段，然后因为这个使用率非常的高，包括那里很多人这边运动，跑步也好，骑脚踏车也好，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运动啊。那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长期看到。第一，它照明的问题，因为到了差不多比较傍晚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暗，那让我很多人不敢进来，而且它会变成治安一个死角哈。第二点呢，因为我们有看到它的护栏上面有一些被蓄意破坏掉，开个入口，开个切口，让他们切口可能是有一些人方便就是进到你养殖业这个等等，但是我们有要求水利局，既然民众有需要，我们就必须就是来协助他们开这个切口，但是开完以后，周边的安全一个设施要把它完成。你袂使把它放安呢，因为骨落去还是周边都要有就是危险的地方，那怎么办？如果还造成它伤害了，谁来负责？对此，市府水利局回应。照明的部分会先来试办，至于围栏的缺口，会交第6河川局来研究，并且加强出入口的安全设施。其实现在我们黄金海岸这一段目前因为就是说使用包括自行车散步的人数越来越多那市府这边也相当重视所以但是在夜间的时候，因为它的照明亮度不足所以我们现在研议来用太阳能的灯具我们用附挂的方式来做一个就是亮度的一个加强。这个缺口应该是之前有民众进出有去破坏了，那其实我们已经在通报了隔天我们就来做改善，那改善之后又被破坏了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来做一个公告就是说请民众要来爱惜这个公物。那另外我们也研议先做一个绳索的方式，先来让这个安全可以来做一个保障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来跟河川局来看是不是这个开口来做一个开放那安全，比如说像楼梯的部分，我们一并来跟河川局做一个讨论来做比较属于开口应该有的一个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地方里长甲民意代表的争取，未来水利署第6河川局嘛将投入经费进行昆新的海堤环境营造，希望加强海堤的立体化甲人文的元素。先对龙岗天桥往南，经过木球场到清水路的方向来施作，提供市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空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